時間都可以買錢搏晒。呢個世界超值特快，加錢就得，特別通道大把錢就得。早兩個鐘去 check in， 佢坐私人飛機已經到咗酒店。交通上網問你寬頻線，想快通通加錢搞掂。千萬本愛，拍戰夫妻百事愛，冇咗 LV 嘅 love 係乜？剩低 OE 兩個字，好似有啲缺失。你介意我用錢冇用個愛字，但係每個時會介意愛多過愛馬是money。Honey 咪同我講呢啲，你介意加個馬主，你加個乞兒，唔使用錢啱去收買人心，借少少已經夠維係情感。我啲所謂兄弟，淨係識傾偈，錢出嚟先至體會到友情嘅真諦，唔使信契，反正多咗個契弟。只有平定對定嘅愛，話我識乜嘢係錢買得到的東西。錢買唔到愛，錢買唔到健康，錢買唔到快樂，錢買唔到智慧，買唔到親情、友情、愛情、成。無論你戶口有幾多個000，錢唔係萬能，錢唔係萬能。錢係萬能，錢係萬能，信嘅人係天真定係全凡人？凡人你想操控萬民，成為有錢人就有資格扮神。幾十億人犧牲一個陌生人，犧牲自己嘅婚姻服務其他人衣食住行，為乜要咁？係愛定係責任？係錢令到個世界運行。農民耕耘唔係驚你餓親發動戰爭，唔係要拯救萬民，係要money。垂死嘅屋企人，貴到死嘅日用品，食得起你值得你可以叫死神等一陣。如果佢提早過身，係你俾唔起親金，你就係間接殺佢嗰個人。如果下一代冇未來，佢唔使怪人，直接怪佢父母親。